个搭杂些物件。搭杂种。请讲出多慢嘢。张粉呢？好，莫看哦，莫看。都在做法嘛，做哦，法。看样会做。啊，你听听啊。这样呢？哎呦！冲啊！心马开呀，放松我的心脏，脑一倒你腿，脑一穷下来。你不要再这样子了，这样子罗国立老师会流鼻血的啦。看好不容易才止血了。好了，哎呀，我们超好，金兵你啦好，来哎，我有100里送的线索，我比你枪死投胎黑啦。对啊，今最天明一礼拜，礼拜 PK 赛嘛，好吧，来接受评审先生。罗国立先生，7这位先生，70位先生，总体先生。PK 赛比赛规则，参赛者2胜1组进行 PK。分数较大也系无达到88分嘅人抢死淘汰，系公平分就由评审先生开飞看满意呀。嘿，讲一下评分的规嘿，则。请我留笔下来，罗格里先生。基本上也礼拜个冲点老双礼拜强用哈，就讲各位参赛者除了个基本功做好了以外，咱个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啊，重点，你讲做到来话，对你讲人的表现唱风我较有帮助。那个重点呢？第一，就是讲你个人在舞台上演唱的魅力，就是个人魅力的部分。魅力啊，魅力。魅力啊，魅力还搞不清楚，哦反正是魅力了哈。听一点就是讲，你将来在舞台当中，个人发展的潜力，但是讲你的表现让评审觉得，哎，你有持续的进步，你有持续的成长的空间，可能。在让个对数不分上下的状况下面，你有取到这2个优胜点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胜出，好不好？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嘛，比赛越来越精致，然后难度也越来越高。大家一听到后悔，大有后悔，去想一些细节上的东西，让评审帮你加分，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。来，马上就进行比赛了哈！比赛了哈！有8位参赛朋友按先抢海军的出奖咩？来啊！出多满意了，来。慢你向前冲啊！那有一听啊！来！哎呀，李维伦，好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哇，帅哥一枚哈！你也是穿风衣啊？所以你会这样子吗？哎呀，三个了！怪叔叔。对啊，还有7位，他讲出多满意。轻讲哦，大兵啊，其實是當講，唔過哈，係呢個是 V 啦。你 shower，哦，誰是那樣？淋浴啊，你比較怕他，為什麼？因為他聲音的音質非常好，對，天生的音質好，音質很好。還是因為你覺得他長得很可愛？沒有，怕殺掉他很可惜啊，不是啊。哎呦，不錯哦，有自信哦。是，哦，哎，來抽看看啊，來看一下，好像有一種魔咒，就是。越怕誰，好像是不是越容易？對，墨菲定律嘛，對啊，很好玩哦，每一次都會有這種驚喜。不要偷看，抽起來先不要偷看。來，淋浴。哎，係嘛？還好哦，天又清。哦，天又清，哦，來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這個可以嗎？也是很厲害，很厲害，沒講幾嘛？我就是說我怕抽到他，真的、哦，所以你跟制作單位有講過說你這一階段你最怕抽到他，是不是？哇，對，哇，你看那也是他，但是你是被抽到了，哎，那也是你緣分啊，緣分。對啊，好，對啊，那就好好的 PK 一下咯。OK，好，你等抽埋嗰個。吳念華。哎呦，吳念華哦。今夜烈風雨來陪伴。沒啦。沒有。來。
我冲嘛干嘛？闯断鸭，唔要闯断叫我。红灯桥。来，摊开两条好大个脚。点点thanh風中傳來傾訴，繁華嘅世界本係一場夢，思憶嘅難再留，雖然心還在痛，人生本來就係無常。又何必依戀信仰無窮？又何必言談人生一夢？發無念在心中，不戀不情不愛，徒留髮一縷般掉落。
哎哦，哎呦，这首歌好适合你哦。对，我觉得某两条歌曲其实就讲因就非常的适合。佢唱梅艳芳要动适合佢。对。啊，佢唱一条传动剧要动。对。啊，咩传动鸭啦。要动适合佢，对啊。哎呦，你好有味道哈。对啊，奇怪，怎么一个唱完笑眯眯，一个唱完那么凝重？为什么？你有唱吗？怎么了？抢拍了。哦，抢拍没有听不出来啊？你没有讲，谁听得出来呢？不，应该是我们两个没有在听。有啦，有糖啦，刚刚有注意到，有稍微一点点啦，没有很明显啦，对呀，但是唱得懂。对，有明星。对呀，你唱那条歌要真懂事汉了。哎呀，以后你要多唱这种歌。对呀。破音的。啊？什么？破音了。破音。破音哦。一个破音，一个抢拍哦。唐某妈出来。哎呦，一个破音，一个抢拍耶，国立老师。对呀，那个吉他叫 distortion 哈。对呀，难怪你们在讨论那么久。对。我这叫公平啊。公平。伟伦老幼青都听得懂客家话吗？做得哈。好，先讲伟伦哈，伟伦你给你翻的。在现在这个阶段，你们这些参赛者，包括后面那几位都不应该犯的错误，包括了抢拍，包括了飘音。这就要讲哦，抢拍包括无言法游弋在风中抢拍了，然后更扯的是进副歌之后，进副歌就是无言法游弋在风中大抢。这个是我觉得你们到这个阶段不能犯这些错误，那你犯了怎么办？可是我又很喜欢你的声音，所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4位评审一直在讨论的原因之一哈。再来讲玉静哈，玉静给你投一首歌曲《长短鸭》，基本上这个难度较简单哈，没有什么难度。你只要来一首歌个轻松的感觉，好那种快乐的气氛，愁中带一点快乐，然后去创作之后，基本上是歌不会太难表现。可是就是这种给你唱的部分，它嗓昂。比较生硬，然后有很多唱腔的部分。你的声音是 OK 的哦，2个嗓音，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哦。有你原也特色，但是呢，老七个压缩的挺狠的，所以没有把很多该表现出来的轻松感觉表现出来，也做较大声的所在。所以今天其实两者也是在伯仲之间啦，加油哈，谢谢。对，适慧老师请。好 ，OK， 为了个玉清哈，其实刚刚国立老师已经把一些重点都讲了哈。那基本上啊，伟伦的部分哈，其实我刚开始第一句出来，其实我还蛮期待你的声音，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哈，就是你酸炮肢体动作太明显，酸炮我知道前面不好抓，因为多了一个2/4拍的小节，真的很不好掌握。所以，可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学习内化。内化在心里面，这种无言花，你如果还在点点糖就不行了，它整个是破坏画面的状态，所以还没听歌就被破坏，就没有办法静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。某一方2个嗓音，我跟三个老师讲，你的声音很具职业水准的，照理来讲不应该有这个错误的。好，这个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哈。好，然后玉清的部分呢？玉清其实两个表情跟方式，我还说实在，我还蛮沉醉在你唱歌的感觉里面哈。只是你在控制音色，是你没有办法掌握，这比较可惜。好，就会讲这有没有部分，当然你自己清楚，我就不讲了哈。可是你在控制自己的音色，在处理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没有办法100%掌握的。好，没有办法100%，所以你会 over 掉。啊，你如果会较大声呢？你好不容易表情到了那个位置了，冲的呀，结果怎么跑掉了？你自己会跑掉，所以这比较可惜，声音会飘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就是你应该是共鸣提得太高了，就是你自己像唱歌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重心你提得太高，所以你会变成没有办法把你的声音控制好。你要稳下来，记得稳下来很重要，好，稳下来把它降低，这样 OK 吗？安之 C。好，安之 C， 好，来，看一下分数。李碧伦的分数。93
哇，摸跌破93、94有可能应该，嘿，好，来。听友青的分数。哇！哦，哇，这两个都有一些小瑕疵哈，还好啊，这个就差个一分。没关系哈。没关系哈。对呀，反正就暂时淘汰，老师还会考虑一下再让你们回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两位，按姿势抖掐，回座休息。来，公布了。来，好，来看一下。海军还有6位参赛朋友可能出到满眼泪，看你是抽到杜诗梅呢，还是？我觉得有可能是杜诗梅。那个。莫拉谭秀莹，欢迎秀莹姐来，麦克风拿进来哈。哎呀。哇，秀颖姐很爱红色哦。真的哈。红色的才漂亮啊。哦，我以为是你心红美黑大阪啊，黑嘛哈。红水乌大阪。有，它里面大阪。哦。哎，也还问秀莹姐讲，讲咩？我慢人之强啊，听出来咧哈。黑嘛。嘿。哦，爱搭仗还是行啊？爱搭仗，我講講嘅，搭仗都唔嘅，行愛講嘅是講搭仗超唔行。搭仗都咁行咪唔行去架係咩？行去架。啊，行去架。還有6位講嘢的啦，好冇？講嘢咧，講嘢咧。咧。現在講嘢咧。哎。淋浴。淋浴。哎呦，誰是呢？吼。2票呢。因為有黑烏桑，加上有甜美的聲音，有會唱，對，會唱哈，講起啊，好來看一下。還有桑啊，淋浴，好來看一下，淋浴，對，這麼看了，來，給我，淋浴，青菜啦，要不要換？你可以問他要不要換啊？可以換嗎？你要換嗎？不換，確定哦？確定。那你就準備等着後悔。真的淋浴嗎？劉明亮。那是俺個老準哦。啊，劉大哥好。劉大哥也是這個美聲組的呢，有沒有合唱團呢？合唱團的，對呀。所以你也應該誰都不怕哈，賣那麼強，最怕他。哎呦，你最怕？我們這個是倒過來的。哎呦，哦，所以你真的是怕他，怕抽到他。剛剛他說誰怕我，我說我怕你啊。哦，這是哎，反而是被抽到的人是怕抽到的人那個哦。哎呦，那好玩好玩哦。那你帶來什麼歌？難以相調嘅緣分。哦，安逸嘞。悠悠人生夢。好，來唱歌啦。送心的事在你心中。安排咗按圖哦，哈，用力啊呢，LKK 哈，不，轉眼3年，這代。送心的事在你心。
啊，给要安排做按度哦哈。两位安尼 LKK 哈，不年纪平辈都有一把了。中古的，中古哎哦，我们中古男人对啊，那很有味道啊。是对啊，太后上会太强太嫩。 LKK 里面伊这样讲诶，哦，你说卖讲 LKK 哦，你这个讲哦，我了讲中古的，中古的啦，中古的啦，二手。但是所以 LKK 还没乜输赢啊，对吗？对后生人表现人敢不输去，至少人经验比较丰富嘛。对，所以我说你们赢在那个味道。味道。对，还有你们的经验值。是我们晚辈。走过才知道的。哎，尤其这个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5字头嘛。对，5字头哈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唔会啊，唔係啦，嘿，大家健康啦哈。來，你欣賞你公平啊。這位老師，來，胡大老師。雖然這係由面兩太過兩啥吼，你兩啥其實做得向下講吼，兩啥都有同樣的問題，所以每一年音準全部都冇準，就全部都往下掉了。那雖然這些問題係嘛，你做嘛經典冇，音色經典，係你滑音太多了，看有一個 compo 嘅。噩夢，你每一首歌你幾乎都用滑上去的，有場是唱歌就一下到點，上一下到點，有人講，我高音就上不去啊，用滑音我滑得比較上去，滑音可以，踢到嘅發咧，特殊歌曲音準出發跌踢，特殊歌出了問題，因為特殊歌起伏不大，你要是沒有把感情，要係講你。特定的技巧變落去嘅話，你若是歌曲所唱嚟講嘅，你唱歌嚟都唔記得你唱乜嘅歌嘅，你喺你嘅問題要想一下。還有民謠泰歌，可能因為你唱合唱團嘅關係，古所講有的歌嘅，你已經太習慣有人在你旁邊唱歌了。古所講你自己就會覺得說，我好像要收到很後面，因為我不想要當太突出。你唱雙白豬籠講過嘅，你要到舞團一撒眼聽，你一定要唱，唔過你。最大的問題係，加你唱你的老師版老師誒，好，就是音跟你的歌沒有合在一起，還有你的音準，你整首歌的音準都有問題，好冇？你專業想一下，歌嘅應用版唱，還有歌嘅應用版分批啊感情，分批啊技巧，好冇？加油！謝謝。好，我們現在慧茹老師是。其實我覺得，兩位啊，你們唱歌非常有意思。你們有剛才老師說的有共同的缺點，但是你們也有共同的優點。對，我要說到你們共同的優點，就是，兩位你也唱歌嘅時節，兩個人的那個情緒的穩定度都非常的好。好，今天我覺得，秀英你剛前面唱出來的時候，我非常的享受你在那個韻腳上面的表現，而且你不疾不徐的去。陳述這首歌要表達的東西，這是我覺得非常棒的。那明亮哥也是一樣，我覺得你那個翻進給斗浪濤那個地方，我覺得非常的漂亮，值得是鼓勵的。謝謝。好，現在看天氣雲的分數。好。什麼先生？90分。啊，劉明亮的分數。好來。一直唱出去。對啊，有泰國可能喺入面加嘅唱譜，所以扣到我分。係啊。好，謝謝兩位哈，恭喜秀英姐啊哈，恭喜，謝謝。好，回座休息，安姿勢。好嘞，紅布箱拿出來，對。還有一道啥？西沙。很西沙哈，來看，先出到慢音，先出出來。小咩？好嘞。歡迎來到舞台當中，小咩？客家太醫咧，麥克風啊，好嚟。我們請位唱嚟好。係啊，唱客家太醫真厲害啦。你好。你好。好。唱門。客家出到馬啥呢？我呀，講一個潘秀敏啊，潘秀敏。用辦法講起呢？因為老外強用唔係客家人。
哦，咁有乜嘅好景呢？你送送比赛哦，送送比赛，送送比赛，你嘛送送比赛，我冇送送比赛，我送送表演。你表演比送送比赛更加厉害。都偏偏咩客家人啊，你亲和啊，对吗？来看一下，看你咪做多件潘秀米嚟，潘秀米，做唔得看嚟做一下。我们来抽吧，给我，不要偷看，我帮你看。我们掌声欢迎潘秀美。哎呦，哈哈，哎呀，个也愿意。对不对？要多还有点理有问题。哦，然后一的怎么会有问题？来舔身，对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存两笔。好，要大家舔床哎，好。对对对，这就是你的运气啦。是你的问题，你跟他太有缘了。是缘分，缘分。对，好吧，这么好的缘分。你还 OK 吗 ？OK。你们赶紧嘛。你是怕抽到谁？那个林玉。哦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怕你？真紧哈！是啊，都怕洗澡，奇怪。牙齿可厉害了。安尼你创嘛个？我从阿妹嘅松树。好。阿妹嘅松树呢？阿妹松树。心肝爆爆表。哦，阿妹嘅松树送咗出嚟就心肝爆爆表咯。好嚟同噶啦。有
谢谢杜思梅。啊，杜思梅比较瘦一点的啊。哎呦，你这个礼拜看起来比较瘦了。是不是？有刻意减皮啊？刻意没有啊？没有，还是跟你平常可能今天穿高跟鞋看起来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比较瘦。没有啦，真的有比较瘦了哈，有比较瘦。他本身是舞蹈老师嘛？没有啦，不是。你不在教跳舞？你不在学？啊？我看资料说你在社区教跳，而且还有什么 MV 舞蹈，连那个少女时代，对，以前都学那个的。哦，你是学哦，不是教，我还以为你去少女时代。人家都按时髦，你还给舞蹈社呀？对，就外面自己朋友，然后大家招一招，然后请老师来教哦，一个团体这样子。对，这么时髦，还教到少女时代的歌啊？那个老师才20几岁啊。哦，难怪。那你们的学生大概平均年龄50岁左右。哦，妈妈的啦。那你们妈妈跳少女时代会怎么跳？也很棒啊。啊？怎么跳啊？好想看哦。我很久没有学了啦，不行啦。对啊。OK。你不是你觉得很奇怪？你今天穿着那个风衣，我就一直觉得很怪。我跳错了哈，我应该是要。为什么还要叮叮咚咚的？搭配寡阿姨。哎呦，这个，所以现在时代不抹空腰了。我还以为是说现在那种坊间舞蹈社可能还在挑那个白浪滔滔我不怕，还在学现在不一样了。我也只会跳这个。哦。你这个是那个三太子。你这个。其实这个跳久的也很累。对，我只会跳这个。在翻快步。我也来。哎呦。累了吗？还好，确定没有怀孕。我的老师音乐库里面什么音乐都有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这个太厉害。下次他说他如果今天晋级的话，勾管发他要带那个地板动作。没事。那个都感觉上一个好像在水桶在那边。过分。没礼貌。没礼貌，没礼貌，对不对？失礼了。好，练给他看。来，有请诗慧老师。好嘞。OK， 少蜜还有秀梅姐哈。OK， 我从上面好了。你冲轨的部分，其实你一进歌的时候，头前那部分的记下机全部有点飘音，这比较麻烦。好，这比较麻烦。你本来是可以很好表现，因为看得出来音乐一下，你去嘎住有老去嘎表情、嘎感情全部下得很好了。可是，一开口唱，结果声音就飘掉了。原因是因为你收尾收得太随性。收尾收得太随性，所以你没有把那个音处理好。好，这些小细节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不过两个表情对紧闭的表现来讲，算是撑住了。好，算是撑住了。好啊，我最喜欢的你一句是“就讲正来舒酷跟他提风”，我感觉你表现得很好。好，我感觉你表现得很好。那这个部分是上面的部分，让他来讲修米哈。其实对我的感觉来讲，你是一个。麦克风在你这旁边，你也不怕这里有上万个人，还是2个人，还是只有你一个？你只要麦克风一拿来，我就可能看到卡拉 OK 荧幕就开始唱的那一种。所以他几乎没有在怕这个舞台，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好，这每次都对你来铺分啦。不过也因为这样，我更要提醒你，你太自在了。你在心肝卜卜表，你要真的要让人家真的心肝卜卜表啊！可是我觉得你太 happy 了，以你的表情姿态，以你在 enjoy 这个舞台，你已经几乎是满分的状态。可是突然之间让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你是在 enjoy 还是真的在唱，真的把歌唱进去了。当然，基本上你的基本功都有啦，好，基本功都有，这个是我对你的感觉。OK， 安志谁？好，郭丽老师。我今天个人非常喜欢你们2个的演唱、演出哈。先讲什么？阿妹给松树亚叔国外，它的这首歌的特点在哪里？
薛仁章老师他写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他的转音很多，哈。锵锵天意阿妹给松树松树，有没有？他的转音很多，这个是仁章老师他的强项。那你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你在处理这些转音的时候就糊弄带过，没有把那个委婉度唱出来。如果真的要给你建议的话，就是这点。以后你要唱这种转音很多的歌曲，我觉得你可以哦，只是你忘记了这个细节要做。把这个细节做出来，你的分数会更高，会更好。好，再来讲修米哈，修米第一拜冲到那个最后一句，老你用眼过一生，口水的断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知道哈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过一生一个尾音拉出来，就是一个完美的 perfect ending，这个地方就有较大众一些。那基本上我觉得你们今天真的是伯仲之间。加油！记住我衷心的建议，加油哈！希望你们更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看分数哦。好，你这边的分数。90分。好，来看很秀米的分数。家门也为阿爸，后爸也为莫水流。赖教授哈，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哈，你有去打肉毒吗？没有哈？怎么说？因为来看很秀米的分数。这个水桶还是比较厉害的啊。对啊，水桶的马达一转出来就不一样。好啦，就恭喜你了哈！哎呀，老师再看一下，可以办法想办法分转来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暂时淘汰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哈！哎呀，对呀，4梦6 V 哦，唱6 V 好，下一休息了哈。好，水盆金棍。来，功夫箱拿出来，都存2 V 了哈。哦，一个是林玉哈，还有一个是曼燕。我们的教授哈。教授哇，甜声哇，教授当压轴哎。会叫的野兽。喂。林玉仙另外一位就天胜教授哈，赖教授来，欢迎2位来到舞台当中。好哦。哇，好，林玉带来什么？你公公哦，赖教授，你要唱什么？我要唱家门董后堂的歌。哎呦，借问家门。老师每一次带来的歌都很不一样，特殊。我每一次sense 哈，我每一次的歌都在叙述我的人生。对，那你今天应该没有东西要送给我了吧？没有什么歌要送，今天没有，好，没关系，好。借问那等一下再好好问一下。等一下我再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。OK， 没问题。时间不要太长好，来，我老公要来了哈。他不要过来。你偷偷啦，若唔停，爱行那一条路，安静的人又想起阿公的自由，天中提马的世界，爱紧行竟然轻重。阿婆母下有千百条故事，给牛眼树下乡下钓公公。天丘地背行，仙家村的爱在乡下迷汉的，为了嘛个爱离开，跳摆单纯的世界，想念童年。夜公公守在路，
故事爱已经从西通倒台，对跳摆的流传下来，夜公公受催落，根本应爱地变那模样，听夜公台下讲过的拢应该来彼个想念。家门也比阿哥，也条路会跳来味。家门也比阿嫂，用板砖去爱个路无卡。家门也比阿爸。河巴用要莫水流，家门也比放妹，也条用书用要倒摕来，爱上转去爱个路无卡，唔知爱用办下。想再看到爱个老故乡，已经就人生什么也比阿哥带爱来转家门，什么也比阿嫂。莫少爱就唔是路，莫少爱就唔是路。家门也比高富，唔多大澳门一多3年咯。阿哥。没阿嫂，阿嫂这个片，有门阿嫂，有门阿爸，有门阿伯妹。哦，好家真係條到好，而從北美時間係空一類，出皮咁會對係從坑係北美呢。對啊，阿伯嘅時間面對危奇怪呢，對。阿伯，我想講啊，創業也是個家門啊，有千重台意義哈。有乜嘅意義？因為我啲。苗栗個師傅出世，哦，師傅養人，哦，師傅那代，我師傅養就師傅村，師傅村哈，我小學1年生到6年生咯，我特別都聽阿爸出去唱歌嘅，阿爸唱山歌，我都唱歌嘅，我到5年生嘅時間，我老佢寫歌詞，三太跳嘅歌詞。哎呦，啊小學5年生就會寫，會寫，啊。到國中嘅時間，我都辦到總啦，哦，啊，我也好學得未4年，吼，我要轉去那個苗栗瓜子，所以我家4年轉一班，因為我有4紅天嘅輪流，因為個主線嘅夢，哦，一時輪一班，一時輪一班，所以我家創耶穌歌嘅時間，吼，我就規則條路全部做嘅轉去是畫面。沒風水啦，就轉移非常多頭擺嘅畫面啦。咩就讓我轉移這個美麗一個窮人嘅畫面。好，那我們的月光光沒有問題嘛？哈，沒有分層次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我們就直接。家糖唔創哦，佢要緊張你嘛？佢講佢要緊張，唔創都挺好嘅。唔會啦，真係啊！那位先生嚟公平啊，好嘞。要被披露黑愛，哦，今日兩位
我觉得你们的表演，我觉得让我今天都非常的享受。对，那我要先说林玉，你知道这个歌你最大的问题是你中间有一段的那个拍子的问题。另外这首歌，Give Me MD， 你为什么今天的 pitch 都偏高，特别是到耶公公秀才，整个都偏了，都快要高到半个音。自己知道吗？对，今天有好几句的音准上都有这个问题。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歌是，两个故事，你看它这个拍子是这样，哒啦啦啦啦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要把那个中间，哒啦啦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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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平均分配得很好，你不能到那个地方就一直抢拍，你回去听就知道哈。那个地方的拍子就是比较可惜了一点，这是今天最可惜的这个部分。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拍子能够把它分配得非常的好的话，不疾不徐的把它娓娓道来，它会让你分数能够更好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那个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，所以的音准上比较差。教授，我觉得今天你表现这首歌。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。虽然教授的声音，不是那种好像很有深度广度，人家说哇音色很漂亮那种。不过你个嗓音吼有一种特殊的音质，就是你唱出来就在说故事，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部分。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听你那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故事。但是今天共用的问题就是音准。跟拍子，前面的周门这个地方2次你的拍子，还有用板，你在这些拍子上面都有一点点的问题，所以根本你用泰嘎就一样的问题，就是音准的问题，但是情感的表达都不错，好，加油。好，谢谢哪位委员？这位老师，这位老师好，两位好，当下的有。比赛头2-3就已经触动到我心里，特别是赖教授哈，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一季里面是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。我先讲哦，佢冇乜嘅技巧哦，佢用生命啲唱歌嘅哈。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哈，你有去打肉毒吗？没有哈。怎么说？因为我知道唱歌要有2种方向，一直喺歌上，好，一直喺乜嘅表演。歌上呢啲冇問題嘛。表演，你看我唱歌哦。家門有位阿爸，家門有位阿姊，就是你唱歌没要有表情。家門有位阿爸，你眼目都好。林玉的话呢，来戏房牙嗓，我觉得你的声音也是很好的武器，甜底白度带的温暖，这是你最大的武器。但是你今天有一个小缺点，刚刚老师除了拍子之外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麦克风哈。拿铁拳呢，读到最顺。你看后背，因为啲歌词动到，有前面条故事，跟说讲下条公公，有冇？老师的麦克风就很好，他的距离，因为给他讲故事嘛，唱歌包含讲，还有情感。你读到跳拳的时间，你音色啊，全部都M 点就唐某马出来。那这次的真假音转换比上次还好很多，我觉得真假音转换也是你的武器之一，所以你要好好的运用，好吗？今天看分数喽，都给2位很高分，加油！我是希望呢，今天不管谁输哈，我相信老师应该就会把2个都保下来，我相信，好不好？来，看一下分数。你用个分数。哇哦！93分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你来看一下教授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教授的分数。92分，你当高分呢？哇，谢谢，对，谢谢老师。教授，我相信老师一定会把你保下来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2位，谢谢你们，恭喜，好不好？恭喜啊，谢谢，我们下个礼拜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回座休息，谢谢。哎呦，也都传统组的亲迷1礼拜 PK 赛了哈，大家把握好机会啦！哎呀，系啊，你 PK 赛都靠这个愿意啦哈，这靠人家个愿意主动慢人，你看主动个鸟个人就有可能有机会留下来。
对吧？除了穷的就啊。对，塞尤娜娜，拜拜。下次再来，嘿，好嘞，来比赛之前，接下来的比赛欣赏。来，苍永平欣赏，李秋华欣赏，陈秀峰欣赏，罗英欣赏。来，比赛之前呢，本大家不用轻松啊嘞。好，有唱一个小朋友哎，哇，好可爱的呀！等一下呢，李品璇，帶來平板。哎呀，哎呦，聲音呢，唱三太跳嘅歌曲嚟，彈過嚟。等一下个品璇妹妹啊，还有酒窝呢。哎，你今多歲？8歲。8歲啊，一下拖幾多年生？嗯。一下拖幾多年生？唱高一下。你睇下是客家話冇？我講下嘛，唔係講下嘛。一點。哦，一點點啊，聽不懂，對不對？那我跟你講華語好不好？可以嗎？好哈，哎，你認識我嗎？啊，你認識他嗎？不認識啊。那你來幹嘛？哎，我們2個人你都不認識，你來幹嘛？對啊，那你有看過這個節目嗎？有。有啊。啊，你看節目的時候沒有看到我們2個嗎？有沒有？有。哦。哎呦，你還不認識我？你真的是你不認識人呐，你哈？沒嚇到他了啦。我跟你講，我自我介紹一下，我姓羅。我英文名叫 Daniel，OK？ 啊，所以下次會記得了嗎？你就看電視啊，那個是叫 Daniel 叔叔。羅 Daniel。哎呀，聲音一厲害呢，哈，按細都會唱歌誒，係啊。來，羅英老師，來。來唱。其實佢本來係師誕唱會唱流行歌，冇出童謠。然後喊佢老幾個妹妹5歲甜甜。妹妹有來呢？有哎，妹妹是幫你長進呢。哇！哦，妹妹漂亮了哈。是。啊，妹妹，哎呦，妹妹會唱歌嗎？啊，那妹妹可能有一起去歌唱班係嘛？係，佢就強下來。佢條開始來嘅時節啊，冇買開嘴，所以我就老媽媽講唔怕，就聽聽彈就好，彈橋慢慢就會。喊結果就拜幾兩姊妹啊，因為我就因為單獨喊幾條上來唱，
15屆生日嘛，等到日屆送來創，喺佢2屆就日擺起加工嚟送來創，係我就發現佢忽然就會咧。係啊，所以冇特別去教，就係在安樣嘅環境當中，佢就經常，耳濡目染。係，佢就講過咗2-3屆年，就日擺佢講佢未做得創，喺佢老幾屆妹妹上台2屆就強下創，所以咧係去體育署會屆3個，所以佢其實當緊張。但佢唔是上過天使，所以佢很下緊張。哦，加唱歌人看都變個後輩啊，冇乜咁。其實私底下應該唔咩安尼啦，哈。動發條。動發條。私底下發條。看各位其他先生，我比歌模啊，哈。來，哈。你評選的分數。哇，96分呢！恭喜你哦，你拿到3000塊哎。高不高興？3000塊。哦，高興這樣就會講話了，高興高興，好，來，爸爸講趕緊給他，哦。來哦，好。恭喜你哈！拿了3000塊外送2個餅乾，好吧？一個給你，一個給妹妹。哎呀，我們剛剛拜的哈，哎，來，給你一起帶回去。謝謝，哦，這口味很好吃，好。好，好嘞，我給魔術我拿。好了，好，謝謝了，回做休息，對。這個端下去，好，拉下去，背下去，可以嗎？可以嗎？可以哈。好，再見。拜。再見，拜拜。Hello。好，生日的表演的，開始比賽，唱嘅老人家，唔係，高中。唱高中。嚟。今日係 PK 賽，所謂 PK 賽就係。獨到邊度嘅啦嚇，係2-3上邊嘅。哦，對。按樣嘅真有辦法出色出味嚇，創出味。最主要嘅係牛水裝拌料愛菜，軟腳牽到來，但係唔撈，因為2-3年都姊妹數嘅時間，必須要看到人嘅感情有做到嘛，或者傷情、留嘅事情有配合到嘛。但是係無論如何，輕重要就冇降散啦，嚇順嚟唱，加油！好，北一參賽朋友按先搶開拳出1位，好，看先慢你先衝哈，青菜出哦，有，滾得起！哦耶 ，TVB 就出到誰來哈？來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，麥克風拿嚟哈。滾太哥，你好，你好，滾太哥，你好，請講出道滿年還有7位參賽朋友。我這識的係張粉妹阿姨。哎呦，粉妹阿姨啊！我看個資料當到已經講出道期呢。還有還是識嘅，我是識嘅，唔識嘅聽聽，哦，所以講出道期對答題。係錯。哦。有自信啊！有自信對不對？係啊，因為粉妹自己嘅聲音。別啦就錯，所以睇架講出道嘢，腳卡上，哦，唔轉講啲腳卡哟。哦，你就看一下咯，看你咪有看出道裝粉妹哦，好啦，因為其他好朋友啦，佢講出道佢哋答題，好啦，冇看咯，做法嘛，做法，哦，看樣做，我上輩做過呀，好，冇成功啲，看唔可以成功嘛，好咧，做嚟好，你聽聽啊，冇戲機啊嘞，戲機就出啊嘞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如果是就好玩。那個法，請問你平常做這個收費高嗎？不會很高，不會很高，不會很高。是的。有一天我需要的時候，我會找你分養種父母。哎呦，真的呢！來，哎，哇，要真的冇辦法，哎，要個讓不安尼做到安尼煩咯哈，哎，哇，冇辦法。唔知干嘛嚇到係咩？嚇到佢咩歌詞要填表係咧？唱起上去嚟咯？唔會啦，唔會啊，唔同佢當好嘅啊。認識，而家喊阿姨。係阿姨，天使也有看過啦。
天使有看过，就都有读过。哦，有读过。我阿姊啦。系啊，啊，是内都也当说诗的啦，系嘛？说诗啊，但是都变做后片优的安尼。内都就说诗的。哇，安尼我都冇办法啦，个命运安排咯吼。天意啦，天意啊。哦，可能有乜个好兄弟的吞天数啊，哦。看咱的节目噶嘛，天使，系啊，钓粉鱼、钓闹热啦，系啊，真好啊。强壮冲啦吼，系啦，莫按用力冲啦，强强啊，的，本给面子啊嘞，好嘛？咁我较用力冲哦哈，拼命冲，对啦，你带来嘛个讲，平板，父母记三狗子，好，来弹过来，来。头头上那，你干嘛呢？水莲记啦。来，关先生，麻烦做法一下。一江水莲记啦，哈。唔免出啦，你吐嘛？哦。
哎呦哦，分妹子，分妹子，你也个上较无按脚卡咧，脚卡。有样无？有，保护得较好诶。好诶，系咪？嘿。哦，有练啊，有练啊，有嘿啊。唔跳到冲较强一些啦，吼。有容易系咪？有湿湿啦，有湿湿，有容易湿湿啦。分妹子今日是赚了血池诶，你嘛？哎呀，冇可以安尼咧。因为日本人上要变淘汰嘛。对嘛，淘汰啊，新上屯纠转来嘛。冇2年前噶哈，评分 PK 评分，结果去选个客家村嚟啦。哦，陈建基哦，陈建基啊，陈建基啦吼，哦，所以一摆 PK 赛上讲了，变啊咧。啊，就从过开心就好啦，平常心都好咧。你上班係用本後生嘅啦，嗱用後生嘅冇上過，啱一禮拜唔就會用本後生。冇上過啦，冇上過啦，平常心啦，嗱。兩邊衝突同那邊。參考莊家。先講關先生今日創業評判。基本上來講係以平順啦，吼。唔過多數江山啦，吼。人個日土兩土都有啦，但是呢唔拉嚴罰，佢說人講就講創來無乜個清遠啦，吼。唔過跪下來講，創來以後，有啲部分係啊伊心上，可比講像天機嘅唱國語天唱幾隻詩嘅時間，唔都未可會轉大音，然後嘅呢喏嘅喏是同樣嘅意思。你話係對於咧評判來講，也個韻強韻有做到嘅一個部分啦嚇。不如講唔嘅扮韻嗰隻扮詩嗬，你咬詩冇咬爭哦嚇，下一擺要較注意啦嗬。安尼攞喺咪創嘅應該會較好，要注意講，日土兩土有啦，但是言韻唔到啦，嗬。張秀基創也三國志，今日創嘅三國志也係算平順啦，嗬。不如果有啲位部分嗬，就個人嘅素材，你有啲創冇好勢哦，嗬，像個。論是唔會數文章嘅兩隻是數老文嘅啦，嚇。各位第三期嘅評導詩，嗰隻詩唔多大音唔就唔見得嘢，嗰就唱多少會走啦睇。文章第四期文章就真多嘅基金技巧睇了，嚇。也係咪較注意啲位嚇？應該就冇咩前太問題啦。今日幾下就創嚟真好嚇，加油！好，真係舒芬先生。好，什麼？你首先德基先生吼，創了個位評判了個韻味吼，創了非常好，尤其人專人嘅素材吼，專了當獎。吼，做了當獎，唔過吼，如常時可能啊吼，你想要表現一個上色的世界啦吼，如常時安尼，給人吼會安尼溜溜走態，數個每人嘅個地方會溜溜乖乖，像那個山溝溝池，個大概溜溜啊，就是要談到乖乖吼，韓國呢談唔實。你睇人咪溜溜乖乖吼，你即個做嚟看你各位播出嘅時間吼，韓國你父母今日好定哦，我當家唔會各位呢，各位變強架，你會搶拍吼，唔過今日吼溜溜嘅如日滴滴嘅，險嘅對過了個樂吹先生吼，數人嘅時間吼，你唱歌嘅吼，跟數人嘅時間，盡量啊吼，你數嘅時間，每件事，做嚟咧溜溜嘅，叫下大隊嘅，將來轉各位叫嘅上，安尼可能會好聽隊嘅吼，就唔可以上變到變，唔規則就會變到安尼，人講嘅差人差到吼，就像剛才你高中講嘅吼，像讓文章真多長短行嘅搭位，一上去溜溜就別睇啦，安樣去，加油哦！先生，謝謝老師。好，按照來看兩邊嘅安尼成績啦，好，先來看關德基嘅分數。哇，叫得3分呢！高分啊！同高分。按你講係運用失敗哦，冇用啊得了啊！失敗。來，按你摸摸你。摸。哎呀，真的不堪一擊了。總分冇一分數。
70分。我们是其实90分1個呢，是都是較強呢。分啦，係啊。安尼有分工哦。哎，唔先生，咱鼓勵啊咧，吼，咱用辦咱本質做，好嘛？好，什麼容易啊？好，多謝容易，好，謝謝，好嘞，這一邊讓走。好了，準備哈。恐怖箱馬上來哈，來。等下可能要唱嗰個關先生嘅做法來，好嘛？你先出一筆，來。含有6位嘅潛水朋友可能出到滿意。天修正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嚟。麥克風拿過來啊！係子吧？哎呦，修整機啊，韓國女生，婀娜多姿哦。我覺得她的氣質很像官夫人的那種樣子。我唱剛才嗰間做法下來冇？媽媽，係問講我講乜嘢？對呀。講喺衝突啦，衝起嚟啊！衝分開啊！就係嘢咩？氣質好啦。哦，足五啊，講五啊。衝突嚟啊，還有其他啊？還有天意講嘅冇？其他啊，其他都冇講。水蓮記啦。水蓮記哦，乜講嘢啊？哦，伊嘛講哦吼。對，哎，水蓮記。你要啥衝暗號啊？來，關先生，麻煩做法一下，來。伊講水蓮記啦，吼。唔免出啦，你拖吧。嘿，佢做法這個呀，看係咩水蓮記來，吹上，數濃嘢，冇條款，看啲片啥？本來就好。來，哎，哦，有水蓮啊！哎呦，阿妹這麼哇哦！你會做法呢？恐怖哎！真的恐怖。真的。你不要罵髒話，關先生。關先生，唔多但係做喜茶也係還算樣子哈？強廟做乜嘅哦？還見有乜嘅神明附身係咪？係嘛？因為你咯，冇啊！哎呦！做法做一下我哎呀！我做到佢強嘅啊！做咩咧？好教啊！那麼準哦！第二個有說是，有一點點認識，也算是好朋友。茶檔都讀到佢。哦，有演，辦茶來，安尼嘟多，哦，安尼當有演啊！我下茶檔看到佢。唔看你有演誒，有緣分誒。哦，哎呀，強去到啊舞台當中，加上我做法做一下，又出到佢。哦，表示兩個有緣分咯，以後都會長期相處啊，以後，好嘛？不管乜嘢素養，表示兩個有緣分，對嘛？好，修正今日帶了馬個狗。三個字，哈，唔錯。肉散果，呢，三個字。好啦，來，拍緊啦，加油！心中繁俗，偷偷桑拿，愛中了。一條啊，
千千万爱恋了。一个呀，人爱长水莲子啊，好命啦吼，哎呀，对啊，生意呢，大家就以后好吼，特别比赛做咩的，去个中间哈，比赛时间从个比电起来，係啊，你來亮啥？今日來亮啥？比來比。哎呀，冇看到，這位哪看？劉登啊。劉登看啊？佢劉登有看電視啊？有啊。哦，咁有冇嚟現場啊？咁可以翕到？冇人係講係唔知啊，是。很擺啦，很擺如果肯來聊下啦。冇啦，冇一天我翕到伊啦。係啦，我係講開，講嗰個上鏡頭還是拍攝啦。係冇嘢當獎嘅。哎呦，佢很見來啊！啊，登記，獎要把它登記。那個水蓮子跟摩耶，來，趕快下來。水蓮子跟摩耶，來。翕一下。翕一下。你摩耶咧？下禮拜嚇。摩耶到日本。日本哦。一個人冇法度登記啦。強熱。家去日本係咪？沒有到日本上班。哎呦。哇。日本ですか？佢高中、大學全部讀日語課了，所以他就去那邊了。哎，現在聽說日本哦，如果會講華語的哦。就很吃香哦，很吃香，然後一個月薪水很高哦，一個月只要上8天班，就假日2天就好了，一個月大概有7、8萬塊。哎呦，人摩也好穿哦。係咁啲哦。因為咩當到嘅大陸客會去日本了，買東西，係只有會講最翻譯啊呢。就樣誒。一張嘢個翻譯講要7、8萬歐。哎呦。對啊，摩耶喺前嘅條路啊。摩耶聽人摩耶較高哦。女兒在做什麼？女兒在做服務業啊，那邊她在就是怎麼講，辦公室裡面就是跟對外的那個窗口這樣子。沒看到翻譯哦，對，那很棒。哇，大家都小孩都這麼有成就啊，那懂好。來，兩位從頭同那邊。請下先生。我們佛祖。來修正啊，先講片的啦，因為人家哦，本個關鍵是人去作法到伊哦。要度就除到個流水蓮哦，所以我講嘅免油，
蓝色。就是强强啊吼。其實講老實話，你嘅軟腳創得以後，啊，老實講軟腳要當到拼人嘅時候，葉上嘅時候跳太上，哦，還有愛練一個你們學上人就甩睇咧，比較氣不足，人愛長嘅時候樹人就甩睇咧，因為人家冇強鬆嘛，創嗰種強強鬆鬆嘅創哦，啊你就嗰種嘅軟腳操咧嚇，要強鬆啊，先自然能創就好咧，哦，下回要有機會啊，嗬。啊，至於咧水練吼，你上嘅飲質就比較較好啲位啦，吼，呢個是你嘅優點，吼。謝謝。飲食量嘛，吼。你講有番時間創山歌，唔過你搭機後背空浪都來飲，數飲數都冇講，吼。人生唔是超過咯，有冇向來飲？平常富貴命主天，有冇向浪係？身體嘅時間了別冇關係，四季八節要注意，啊，所以你佢要比較下。他適強嘅就會你嘅認知讓記，啊呢一點，因為你係強壯嘛哈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啦，再來英語老師。其實我感覺吼，就係修正台這真緊就係挺緊張咧。按樣應該情形吼，我建議，比如講，你個最每日記吼，愛練一個人愛長，從兩片啊，你戲就少啊，你唔是停下來玩戲。你老去唱歌去就好咧，人愛長你來個人唱上來就當講。好，所以我建議你可能在緊張之外，係唔係在重複當個看樣辦去克服你戲嘅問題，老去整理好，我相信你唱起來聽唱當好。好，再個來水練台這吼就係你個咧係三個字哦，真緊你根本你個上任就係。就加上你下冇緊張啦，所以唱起來係輕鬆吼。不過我建議就係你個第一句和個第三句嘅帶音，就係頭先像夏先生講嘅拉音，你係因為你冇老戲表現，老佢做好來，所以佢走體咧，走體嘅變輕鬆音就嚟聽。好，所以帶音嘅聲一點都會下聲耳到。韓國依個身體健康吼，當然運氣嘅問題，因為你係身體健康係比較次吼，冇老嘅運氣，出體運氣嘅問題，其實我感覺呢兩片嘅強潤做到當好，好當自然，就係講最尾啊快樂到冇出超過咯，來過應嘅時節啦，你係係會緊張，所以你嘅聲吼聽起來就較緊，較緊張嘅感覺，吼聽起來輕冇講當自然，吼所以。係係兩位都從係當好啦，就係克服自家嘅緊張就好，是嗎？好，謝謝，講到非常嘅詳細哈，係啊，睇一下，看一下有咩分數，好嚟。先來看聽秀子嘅分數。哇，呀，分數沒理想啊。係啊。來看劉水蓮嘅分數。秋未雁啊！應係講吼，我感覺呢個你係從山歌當入梅堂吼，就係一啲後堂嘅種苗口啊吼，苗片線啊，又係睇樹下堂嘅嗰種山歌，不過。劉水蓮的分數。好。謝謝。蘇文記啊，他一般咋個嚟變啊？你冇？好。懂遊人。遊人，好，安子謝哈，啊，是，來，回座休息。好嚟，恐怖箱拿出來哦。來有 CV 嘅參賽朋友 ，CV 哈，嚟向海軍選出一位嚟。做水餃。做水餃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嚟。謝謝。啊，係帥哥美女哈，唔較強出到滿園春山咩？春山咩？減乜年？林南哦。你抽好不好？啊，我抽啊，我幫你抽啊。好，你要看哦。我再請關先生再做法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來。如果這一次真的是做，那真的是
恐怖哦！来，关先生来，还有关先生，咋做法啊？好玩啊！好，确定？好，来，吹啊！唔好跳开，你做唔到跳开啦？我好紧张哦。零。呀！不是。哇哦！哇哦！不用怕了，没关系。哇！哎呦，我不敢阻止。太恐怖了吧！不，这观世音菩萨会保佑我们大家哈，平安健康。对啊，吓到我的耳环都掉了。好，好来，那这个就好，没办法啊，就抽到就抽到了，就要给拼了。认命吧，认命吧。对啊，你就自己带着马个狗。好嘞，4个字。凉拌。凉拌，啊你要唱什么？唱三国。他要先休息。是要先休息，没错，平复一下心情，好不好？突然被抽到，会吓一跳。那你先唱啊。不行，你要先。好，开玩笑。来，凉拌阿玲郎带了3个字，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心的
米肠的方式咧创啊，三太条的歌曲哈，别有一番风味，青红糖对，系啊，佮啊后面呢，佮来唱歌的哈，佮老公公，也好去唱，最后一比赛最后咧，还冇卡太些事情哦，挨来做主诶，所以哇，在家里是千金大小姐、公主呢。哦，我们这边香蕉公主也是一样，真的吗？也是一样。老公嘛，安尼讲的嘛。老公，他喊对那个音乐，他冇一看冇喊冇一看啦，冇兴趣他没有兴趣。对，他说你去啊，你要哪里唱我就载你去。哦，唯独对你有兴趣。还有一次再去桃园唱啊 PK 赛啊，唱台语的，2万块。哎呦，啊4个人用 PK 的哦，4个人分，一下分5000，他就说。哎，什么时候？以后哪里有就载你去。你就滚5000元。啊，也是的，对。来，安尼唐先生的公平啦，哈。秋风姐，好，你水饺小姐哈，讲实在，今日可能就较吃亏台位，人家上吼，你讲吼，唱歌诶，上人爱软，不用谈到位较松爽吼。唔过吼，你讲跳软落去啊吼，该人如上是该诗啊，全部本起来是强诶，吼，唱起来就都使出该起出个魔咒吼，韩国错了各位梅艳的时节啦吼，阿妹无松望奈啥，你代表吼该树梅的时节，树人没亲好。吼，感觉到有啲紧张，唔错，大家出去家就讲一家吼，自己吓自己吼，嘿，含今比人哋玲吼，讲实在，今比吼，唔咩有紧张，就略的吼唱破。当大爽哦，坦白讲，个整个就较到位关键的各位比赛时间啦吼，可能出发较吃亏。我希望吼，做专业做努力歌吼，你要练较熟到诶，还有听伊记最冲着吼，讲人唱出各体向个大吼，唱出来唱爱唱，唔系唱，唔知唱出变到唱诶，哎样嘅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生命老师，好，再来高总。好，朱小姐吼，也个颜色啦吼，又较暗调诶。哦。但是你今日创个平板还算一品顺，啊，加个赏琴老痴琴都有认真去做啦吼。今日无论切米机阿妹无松，你创个行大音的强韵也以好。只不过4月第3季的4月嗰只诗诗吼，创来无好。哦，嗰个蒙祖国一只诗系入上诗哦哈，入上诗唱嘅时节要注意哈。林云小姐你用两个人嘅所谓上乐嘅方式来唱，但是每天全部上乐咧，也要用一个人比较传统嘅方式，一个颜色意亮啦吼，不如过。加一个先生也有特别讲人唱出来唱嗰只是魔章，吼，山歌本戏也有些咧唱版，下一摆要注意的就做的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好，你来看2位的成绩啦，哈。先来看主水仔的分数。1分，很高分呢。5分呢。哎呦，老师要叫我很认真呢。哦，是啊，认真，对啊。今天懂标准以后啊，哈。很好，对。他有一直有交代。好，你们2个分数。2加1分，91分。我唔懂跳。但是又读到行啊，跳的同时，哦，那就排泄啦，哈，顺利啦。枪子打开了，枪子，好不好？老师说你尽量认真。对。有啊，很认真呐。对，我想老师应该会考虑让你再回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安子 C， 谢谢2位，谢谢。好，来回头休息。好，谢谢安子 C。好，我们存到2位。我不想拿来，存2位啊，先注意下，我慢先冲啊，哈。好，来。强强存到。13枚，也唔是做法的啦，都存2位天啦，对吧？谁来先冲好了？哎呦，哦，林天松，欢迎来到舞台中啊！另外一位谢梅子也强下来到舞台当中哈，来。谢梅。好，来，好，来。好。
去中间。对哦，是咪就今日带你还的哦？哎呀，去到中间来哈。对，好漂亮，好。亮妹有寿司嘛哈？魔寿司，基本寿司要寿司啦哈。PK 样寿司的啦。缘分啦哈，就留到后尾阵亮妹要 PK 啊嘞哈。林太哥创乜个？系从乐山歌。乐山歌，安逸那边系乐山歌。哎呦，亮妹穷用乐山歌来表啊你哦。也都是秋为雁呐，落银了。身上啊，爱有钱呐。身体健康，为天人呐，莫受了。莫离呀，强神仙呐。
哈。谢妹子今天请温柔。嘿嘛，好诶，做到像那个贵妇样安尼哈。温柔诶。对，我家个珠宝全部都在这，吼，冇因为冇全部啦。看出来。哦，部分的看出来，系咪？用扮相讲今日安尼打扮咯。啊，我呐，系啊，心情冇强样嘅啦，咱高成样嘅。讲咩吼？像阿松伯样咩叫我都存记啊吼，我家个太岁妆全部拼落吼，美幸福吼，对，幸福幸福。好，啊，两位创特的这个唐先生的公平啦吼。殷老师，殷老师啊。好，今晡两位参赛者吼，曾爱嘅感觉就系平分秋色，吼，就系各个优点和个我感觉吼做得改进嘅位所吼。首先先来讲林太哥吼，我感觉呢个你系从三个动入梅堂吼，就系一啲好谈嘅这种苗hiệu啊吼，苗片签啊，又系睇樹下談嘅嗰種三個。不過我定義係唔係讓我強人講去了，所以有到時啊吼，才長嘅時間，嗰原味和個強吼，可能就會冇確定。譬如講第一個超威嚴啊吼，威了就是你係做得落去長到時下長到吼，嗰個人就做得放上去，吼，阿用談起來就下自然，吼，韓國愛如淺，淺運動係從下來，吼，所以了就是可能愛落去上一下吼，愛如淺，韓國VT1。你接我本嚟咪係咁個，慢慢落去改過來就係 T1， 去了係 T1， CN 係 T1， 吼，所以從嘅些從到 T1， 吼，你1到1，吼，冇強調我落去分一下，好，接下來睇者吼就係呢個上任。根本我感覺嘅你係挑拳當好，雖然係台上，不過談起來吼就係你係願意做得落去做到當自然。不過強調吼，譬如講第一季嘅技術春秋，技術唔係技術，吼技術，韓國春秋秋了陣時吼，可能係因為賴創業，所以談起來係冇穩，吼名利名了陣時吼，你冇落去從下清楚掉。名利吼，韓國第二季到第四季吼，全部係賴創業，所以戲可能就係短一啲啲咧，吼，俾到建議，是嗎？是嗎先生？好。楚華先生。好嚟。林太哥，第三季身體唔係身體，身體，體思想唔係身體，吼，為體質來飲。冇時冇你搶神仙，所以第一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每人同你來演咩哈，所以創作三個我哋自由原創，你輕輕鬆鬆創，我哋這邊就建議哈。至於你新梅子嘅飲質非常好，哦，你機會今日參賽者裏邊嘅飲質是最好，飲質最好係最好，冇創三個冇安太上會行嘅，太鹹清好。但恩要買去運用你上鹽嘅飲質，你係嘅優點，但是恩要去運用。太歲上強弱都要注意，唔係講我突擊我就按太上去創，吼，所以你客戶要注意吼，今日兩啥分數可能在伯仲之間，吼，客戶一樣嘛一分，唔過今日是唔對咯，繼續。好，先生睇，先生，先生。係啊，你出去今日要較久咯，唔好講哇，鬆有比較女人的味道。好嚟，看一下兩邊成績。林先生嘅分數。我1個分誒，對，看哪個一位？下某一分數。哇，差多一分呢？差一分啊，可惜啊。安尼吧，先生咱靠你啊咧，看樣辦吼，再分再轉來安尼拼下咧，好唔好？冇了解，恭喜哦！好，安這恭喜哦，恭喜啊！好，安這先，兩邊轉一邊哦，謝謝。安尼今晡安尼 PK 賽比得了。
好，安尼多谢大家收看啦哈。安尼好唱歌的朋友，积极来报名哦。报名专线096667人6人，还纯正天方人22777821。好，大家来报名哈。咁咪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，还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，谢谢。先生，大家。是梦长水仔。啊，辛苦了哈。是梦辛苦的小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，辛苦大家。希望大家唔記得咯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，扭一大擂台，扭一講下來，拜拜。